兄弟，你的亲像所做一切工程，我的心情都听见你的响声，有着触摸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我兄弟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兄弟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真好了解，兄弟无相依心惊，这来世界替人类献生命，你是家己，甘愿替上人做歌。老伙参事，予我他的永远。我心出声，我兄弟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兄弟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叫我回去，家快乐无限。我要虔诚，向比归路来敬拜，保佑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我上帝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我兄弟性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咱来唱第二首257，求主婚姻教会。主婚姻教会，全力管理心主，因你我妙有来的话，感化真人听受。求主婚姻教会，有结婚的心志。生命的山的花，因你万年的去，有主婚姻教会，予人生命听你，水大希望我水的溪，予阮心生欢喜。393首阿罗专灵上帝。阿罗专灵，稳定主宰，万族称呼，感谢跪拜。信息公义平安，尊严颂赞，平安万代。咱即马安静咱的心。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荣耀的君王主耶稣。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从位置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全心的渴慕主，要降下他的荣耀，降下他的同在。我们大大的张口，主就要大大的充满我们。阿们。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告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宣告，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更有信心的，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举起我们的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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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将大大的拍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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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愿你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中间，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更深的渴慕你。预备好我们的心，呼
复兴的火焰渐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间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胜利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在主前同心的祷告，让我们忠于释迦的呼召，以赞美在宝座前围绕，让复兴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复兴的火，圣灵的火，在我心中点燃。复兴的火，圣灵的火，把我烧在主祭坛。把我烧在主祭印下主心灵，让心充满我，滚流引我主心灵，让心充满我，口水所着断裂。充满我，困求信心的高会，我心可最高，在我真心求海，我路上听他。天地不有
期盼咱的心，独独靠无信心的充满甲稳固。至诚的神，阮欢迎你，徛起伫阮逐人的心里，赐予阮有信心，伫阮的心中做工，赐予阮有谦卑温柔、搁坚定的力量，会当同心合意来去做你所爱的教会，也赐予阮的牧者有智慧启示的灵，带领教会行伫你的旨意甲复兴的道路上。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破碎所造。锻炼应用，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困求心心的教会，温馨的最高。早晚精心表海，我在听他，一心谦卑，一心温柔，困求因我主心心。阮听嘛，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锻炼应用，困求因我主心心，定心充满我。困求信心的教会，温馨的最高。早晚精心求海，阿罗萨听他，一心谦卑，天地温柔，困求因我主心心。亲爱的信心保惠师，阮仰望你，每一日拢来充满阮，互阮搁较明白你、亲近你，让阮你透过主的话语来改变阮的心。因为阮毋是倚靠势力甲才能，是独独仰望主圣神，有平安、有喜乐，常常得胜。愿你搁引带阮学习甲你同做工，互阮的生命会当产生影响力，成做你圣洁的器皿，荣光你的名。阮安尼会当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圣主名来祈求，阿门。请坐下。
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见若求的得着，找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拍开新信诗第27首，咱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的灵运行伫遮。主啊，降下你新的经济、新的创造，互阮有活命的灵通运行伫遮。恳求因我的主圣神，重新来充满阮，重新来充满阮。主啊，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愿反悔。求赦免，主啊，愿信心的果子是毋是活伫种伫阮的生命内面？尤其是第9粒种子残杂，阮兼有沉迷伫个网络的世界，阮是毋是受到电脑、手机的控制？阮无法度离开伊，阮减少甲上帝你亲近的时间。求主你来赦免阮，求主你搁一摆来破碎阮，互阮重新来充满主的灵，锻炼阮的心智，重新来塑造阮。主啊，阮较无你真理的灵，会当永远踮伫阮的心内面。嘛恳求主，你的灵运行伫教会，通互阮来为主你来做工。主啊，阮要照着你的教示。照着你，互阮的宏大的改变，较宏大的使命，互阮伫即个世间，会当做上帝你欢喜的器具。主帮助阮，哈利路亚！搁一摆来叫醒阮的心灵，伫你圣的主日内面，我们搁一摆听见上帝你来对阮的生命来讲话，互阮会当军队耶稣基督。
互阮军队。上帝，你小手术，互阮陪伴，互阮的牧师，即个大牧者，互阮会当带着上帝，你互阮的使命，看见上帝你的异象，互阮有共款的心，共款的意，因为阮领受共款的灵。主，阮感谢你，愿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愿你大大充满阮。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即时，咱来拍开《新信诗》第后壁面1095页，1095页，启应文第53篇。现着我来启，请大家来引。我着带生命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火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一声就是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即时，咱要邀请圣歌队来献诗。圣经内面有3项诗。这是咱请起立来纪念10届。第1届，第2届，第3届，第
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屆，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屆，第10屆。请坐。这是咱今日来看今日的圣经节。伫圣经第470页，旧约圣经第470页，历代志的第7章14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我的面的，越倒离开因歹的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第20个圣经节记载伫683页，诗篇130篇，38篇第1节到第4节。我要专心感谢你，伫即个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乐你。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救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气力。耶和华，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以上。咱要邀请咱的牧师来讲道圣殿的荣耀，圣殿的荣耀。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已经进入即个5月份，嘛已经进入热天。即个立夏的临到，就是代表热天渐渐接近。求上帝想帮助咱伫热天。咱爱去更加，互咱的心保持活力来就近主。今仔日也是主的圣日，咱嘛用欢喜、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互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你听阮，敬颂阮，诚做你的囝儿女，互阮用谦卑来求你的面，来见你的面。主啊，帮助阮，互阮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互阮时常伫主你的听内面。来行出基督徒，活出基督徒的芳味。主，感谢你，献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有一个问题，可能咱大家拢听过，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先有卵还是先有鸡？这个问题一直拢无有正确的解答。照上帝创造是应该是创造鸡，然后鸡生卵，但是生物学家讲。鸡是对卵来，所以爱先有卵。所以真侪生物学家也是科学家开始咧研究，甚至引起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做伙来探讨生命甲宇宙的起头。所以咱想，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先有鸡，拢会使，先有卵嘛会使。所以有人讲，若先有鸡，安尼鸡是对啥物生物来演变来？安尼就透过进化论来讨论。鸡有可能是恐龙的后代。所以到底是安怎，咱嘛无法度有正确的一个答案。但是先有圣殿，还是先有教会？先有圣殿，因为圣经的记载就是讲咱的教会的精神就是圣殿。圣殿对地来，圣殿对以色列百姓，因伫出埃及的时，因有起造会幕。伫出埃及有照上帝的启示，启示摩西来起造即个会幕。伫会幕的中心点就是以色列百姓信仰真重要的地位，就是约柜。有一出电影叫做《法柜骑兵》，足早的电影。
这法柜骑兵伊要找啥物货？找约柜。哦，到尾有找着无？哦，毋知。有人讲约柜，迄个48女王摕去非洲去啊。哦，毋知是真诶也是假的。有可能讲佮藏伫非洲诶深山内。到底即个约柜即摆佫有存在无？嘛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讲，当圣殿被毁灭的时，约柜就伫圣殿的中间，迄个火烧掉去。约柜内面有藏着上帝的话，有藏着至圣的物件，所以当约柜存在时，以色列是信仰非常的热诚。约柜是因迄当时一个信仰的根基，上帝同在的象征的象征。只有阿伦甲伊的囝会当进到迄个至圣所约柜，所以伫圣殿要进前，就有这约柜甲会幕。咱有看到这个图会幕上下面迄个所在就是这个约柜，就是这个约柜。咱有去过万里挂彩种花的营地，伊遐有一个展示会幕用这个模型来回溯这个会幕，照圣经的记载来起造这个会幕。所以这个会幕进到这个至圣所，有约柜的所在，有放着约柜。阿伦甲伊的囝才会当就近这个约柜。伫出埃及的时，有照上帝启示来起造会幕，而且一些百姓伫旷野的所在来献祭，来回应上帝对因的疼，调因来离开埃及。所以上帝拣选利未人和利未人，利未人来服侍这个会幕周围遮的事奉，因为要献祭，爱有遮的羊、牛、遮的精生。而且爱传遮的圣器，甲遮的圣物。那用今仔日现在，咱来看教会，诗班就是利未人，招待嘛是利未人，甚至伫咧管理车辆的人嘛是利未人。你今仔日若是坐咧礼拜，你拢无做啥物代志的人，安尼你就是百姓会众。但是你有参与音控，你就是利未人。你伫有司琴、有司会，就是利未人。但是讲道咧，讲道是祭司的任务。用咱来看，就是祭司甲利未人，祭司嘛是利未人。但是只有阿伦的后裔，因诚做即个祭司，上帝拣选因诚做祭司。虽然上帝使用帮助人，利未中的利未人就是祭司，是今仔日牧师的职分。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嘛会当做伙来参与利未人的工作。咱来周报一直咧号召人来做音控，人来做圣歌队的队员，已经砍要2-3个月啊！有人报名无？上帝会恩帮助咱，互咱毋是干那伫坐礼拜，互咱是做礼拜，会当参与礼拜的事奉。我捌去过寒天，去到热西国家，伫迄零下20度，伫迄大路边都有人伫遐咧指挥交通，伊穿着迄厚厚的衫，抹甲亲像敢若有2蕊目睭伫遐咧指挥交通。我的车咧经过，我看到一个，我非常的感动。毋是敢一个人，是几来个人。当你落车的人，有人甲你安那，甲你行咧平安，拢穿因教会的服装。哇！一路一直到伫礼拜堂，哇！这就是教会的事奉。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认真。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的教会嘛会当日日进步。其实咱的教会拢一直有咧进步。伫会幕的内面，咱看着讲出埃及记29章44节，就讲着讲，我要互这个会幕甲这个坛真做圣，嘛要互阿伦甲伊的囝来真做圣，来安那来真做祭司的职分。所以对安尼来看。咱看到即个会幕伫旷野起造的时阵，因以色列百姓，因有一个信仰的中心，总是伫迄个中间，埃及的信仰嘛影响因。所以当摩西落山了后，看到因伫遐咧拜金牛，非常的生气，将这上帝法版，即个石板
甲伊安那甲伊摔破。所以摩西就有骂即个亚伦，你有啥物放纵百姓伫遐咧拜金牛咧？所以会幕伊是因旷野的力量，是因旷野伫旷野迄种离开埃及迄种规个群体组织真重要的力量的上顶。到伫因进入迦南地时，百姓讲咱来起这圣殿，上帝嘛讲我这约柜放伫边大比你甲王宫起甲遮尔水，甲耶路撒冷城起甲遮尔好，拢无圣殿。当然大比嘛都想要起圣殿总是大比上帝无神无允准伊起，总是大比有替圣殿要起做物件，有先甲伊准备起来。有黎巴嫩来自黎巴嫩遮个上碧茶，甚至遮个遮个石头，也是遮个起造的材料，拢有事先甲伊有备，然后透过所罗门王伊个囝来起圣殿。所以圣殿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象征。到伫一些因亡国了后，犹大亡国了后，因煞变做啥物会？变做只有会堂。到这时，伫欧洲足侪所在，还阁有会堂的遗址。伫法国、伫德国、伫意大利，拢有迄当时二次世界大战进前拢留落来即个会堂，就是犹太人因聚会的所在的即个地址，甚至是即个遗迹，代表上帝还阁无放弃因，上帝疼还阁存在。到伫耶稣的时代来临。到伫初代文道开始传福音，就开始有即个教会。所以会幕、圣殿、会堂、教会是安尼来。所以教会毋是一开始就有，是对安尼来演变。到伫初代教会的兴起，到伫保罗传福音，包括文道传福音到外邦，开始伫外邦去建立教会，进入即个新约的时代，保罗写作者即教会的书信，教牧的书信，了有即个新约，有旧约。愿上帝想帮助咱，犹太人伫出埃及开始，因伫旷野起做会幕开始，利未人负责周边的服侍，到伫祭司来献祭任务，上帝拢一直甲百姓、甲人类同在。所以所罗门起做圣殿了的记载，就是伫咧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历代志的下卷第7章，咱看出所罗门王伊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伊讲啥？圣经甲咱讲啥？当所罗门祈祷了后，就火对天降落来，来烧这个燔祭，甲圣别的祭，来互上帝荣光充满了这个圣殿。愿上帝帮助咱伫会幕起造的时，上款嘛有安尼情形。伫利未记9章24节嘛，咱讲有火对耶和华的面前出来，伫坛顶面烧尽这个烧祭，甲这个油，百姓看见就欢呼欢喜，来拍拜伫地里，来感谢上帝。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就伫会幕迄个开始。就代表一个圣殿的即种即个形象开始，所以上帝的火降临来欢喜悦纳来欢喜接受这个所献的祭，所以对天降火烧尽这个祭物，是表示上帝欢喜，互百姓会当看到。咱今仔日。上帝荣光有伫咱的教会无？有，所以即区叫做荣耀区，荣耀区。所以恁若会当来礼拜，咱就尽量坐来头前。即个区叫做荣耀区，即区叫做利未人，利未人服侍区，所以上帝帮助咱，内顶呢，是祭司即个工作是今仔日司琴司献，所以求上帝想帮助咱。咱罗州教会有上帝荣耀无？有。咱每一个礼拜，咱组织来到上帝面前，用祈祷的心，用祈祷的灵，用祈祷的口，用祈祷的话来亲近上帝。
上帝荣光就存在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圣殿的内面。咱嘛是用即个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条歌叫做《我用祈祷来到主你的面前》，咱要做伙来唱。咱来捌唱的人，咱就大声来唱吼。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第一站，主，我是软弱极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每次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铺平，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每一次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铺平，道路被铺平，使列国归向你。哈利路亚。所以咱爱用祈祷的心来到主咱的面前。所以咱每一摆来到圣殿，咱要做礼拜的时，咱拢爱安静咱的心来到教会，来陪伴咱的心。今日咱的经章嘛是讲所罗门王伊献圣殿的时，伊来到教会，来到这圣殿伊祈祷。当伊祈祷煞了后，就火对天降临，来欢喜接纳所献的烧祭。所以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圣殿。在旷野火无起做的时，上帝的火又往降临，来接纳所献的祭物。所以愿上帝收帮助咱，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的娱乐，主伫咱的中间来充满。这条歌，这条诗歌，当咱吟的时阵，咱感受讲，当咱咧祈祷的时阵，上帝咧做工，上帝用伊的圣神咧动工。所以所罗门王讲，伊要为着百姓谦卑来祈祷，来追求主的面。伊要转离这个歹的行为，就要听上帝，就要听伊的祈祷，来赦免因的罪，医治这个地。华语伊虽然讲用自卑，但是咱台语咱是甲翻译做谦卑，所以伫原文的意思就是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上帝是听谦卑的人的祈祷。雅各书4章6节嘛讲，上帝阻挡这个骄傲的人，赐恩予这个谦卑的人。咱去做伙三角安静心，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来思想，咱有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无？咱用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咱当心用咱
的心来祈祷来亲近主。特别我们感谢了你，主啊，阮今仔日的敬拜，主阮来到教会时，阮就要来领受主你的话，来领受主你的真理。对阮坐伫礼拜堂开始，阮就要来安静阮的心，阮就要来思考主你今仔日要伫这个圣殿，要伫阮的教会中间，要来行基义的事，要来做大的事。阮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来到这个教会，每一个主日来亲近主，来安静领受听候主你圣神的做工。阮上帝帮助阮，互阮每一次来到教会，阮是用祈祷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欢喜接纳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所以咱来想讲，为什么咱咱常常会讲做人爱谦卑，万走顺，千所益。我想大家拢有听过这句话，就是讲咱做人爱谦卑，自满会变成失败。所以谦卑会得到真侪好处。对于这个义面来理解，咱发现讲谦卑原来是要避免损失，甲得到好处。总是咱为着要达到某一种的目的，爱家有的态度就是讲咱有谦卑。总是咱来到主的面前，第一，咱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咱谦卑。当咱谦卑祈祷的时阵，伫主的面前，才承认咱家己是渺小，是软弱。所以这教会就充满这荣耀。所以咱大家做伙来思考，今日咱若是用谦卑来到主的面前，圣神就会充满伫教会，互咱得到圣殿的这荣耀。大卫伫诗篇的祈祷，伊捌讲过讲，我是虫，我毋是人。伊伫主的面前讲，我是虫，我不是人。伊形容讲，我家己那动物界一样啊。虫是安那？虫是安尼，伊就死啊，对不对？一只蠓仔飞出来，伊当生命开始，但是你用电蚊拍甲电一下，伊就安那就死去。所以大卫既然伫上帝的面前讲，我是虫，毋是人。这篇的诗篇是大卫遭受敌人迫害时的祈祷。伊伫主的面前讲，我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我无能力的时阵，我伫主的面前只有软弱谦卑。所以家己感觉讲，伊家己嘛无啥物了不起。一个王遭受迫害，咱知影大卫捌互伊的囝追杀过，互伊的囝押沙龙追杀过，甚至互伊的囝安那逼话，叫伊落台。所以总是咱来看大卫，唯一会当倚靠的就是上帝。所以当伊拄着困难的时，上帝祈祷，求上帝来解救伊。所以咱上帝祈祷的时阵，就是咱常常用谦卑来到主的面前，用安尼态度，上帝会看讲咱是毋是心内有谦卑。第二，咱有专心的祈祷、敬拜而乐无？咱看到这是圣乐队，这是一个想象图想象的图大卫做王的时，伊讲荣耀，荣耀，荣耀。咱看到遮侪诗班，有分扫角，有即个铜拔，有即个分即个乐器，有一条歌叫做荣耀，荣耀，荣耀。即条歌讲，即个世代爱专心来敬拜，坐伫宝座顶全能的上帝。即世代着爱称主，爱高举主的圣名。所以咱想讲荣耀，荣耀，荣耀，这赞美之泉的歌。所以咱想讲，咱的圣殿，咱的教会若要得到荣耀，就是咱用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互咱的心，互咱的时间，咱家己全人来到主的面前，全面的敬拜。所以上帝会欢喜安尼敬拜。所以咱敬拜是上帝来告别咱家己本身，但是咱的人生拢是属于主的，咱要一生拢来跟对伊，来奉献伫主的面前。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教会要献的就是真正、真实、真心的敬拜。就像咱拄一开始敬拜而乐，无论什么的诗歌歌词，咱听咧，咱就是专心来敬拜、来而乐主，嘛来感谢，咱嘛爱家己伫教会来献咱家己。所以大卫的信心甲祈祷，伊听着讲主伫伊的面前。主接纳伊的祈祷，赐开来互伊，伊常常感谢，伊常常欢喜。伊伫互敌人追杀的时，伊求告上帝。
所以咱爱学习亲像大笔一样。所以伊伫面对上帝的开力，会当敬畏，伊只有拍败伫主的面前。有一条诗班，伊献一首歌吼，叫做《专心而乐》。专心而乐的歌词讲，用喙唇来而乐，用喙来而乐，来上赞主；用目睭来看见主的行动，用伊的耳孔来听见主的声，用双手来领受上帝的大疼痛。我的心只有降服伫主的面前，伫遐要学了主的圣名，伫遐主的圣名就要充满。今仔日咱的敬拜学了，咱嘛是充满着主的荣耀伫咱的中间。所以这条歌讲专心的学了，用咱的心来敬畏上帝，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快乐的代志。所以咱甲上帝沟通第一步就是咱用圣心来批判咱家己的心。每一经节、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咱拢会当来学了上帝，来学了主。圣经中，这诗人大笔写真侪诗，拢是在敬拜学了。伊会当讲是咱信仰真好学习的模范。毋若祈祷，毋若敬拜，毋若学了主，欢喜也是不得时的时，拢用安尼来敬拜上帝，用安尼来学了主。所以咱只有逐工来称上主，永远学了主的名。即摆图我看起来是讲，一个老母带着遮尔一个助理二老师，也是一个妈妈故事妈妈，带遮个囡仔伫遐咧读圣经，大家伫遐咧欢欢喜喜。每一个主日，如果咱来当像安尼来亲近上帝、亲近主，安尼毋是真欢喜吗？上帝荣耀，敢无伫咱的教会吗？我听一个牧师咧讲，北韩平壤的地铁站有一站叫做复兴站，这个复兴站安怎来？迄个复兴站就是1907年教会大复兴的时阵，迄个所在，迄个所在起地铁，毋知要号啥物名，叫做复兴。就是迄时阵教会整个的大复兴。教会整个的大复兴，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大家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承认家己的毋对，然后规个城市大家学了主，家己来到主的面前，来欢喜来敬拜，来称颂主的名。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今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除了感谢、学了欢喜，咱来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承认咱家己的软弱，承认咱家己伫主的面前还阁真渺小，咱来互相彼此来扶持鼓励，相疼痛。咱同心来祈祷，主，我们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学了你。愿主你接纳阮，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的敬拜，互阮的学了会通透到天庭，互主你来欢喜，互主你来感纳阮所吟的诗。阮每一句的祈祷，主啊帮助阮。有时阮常常只有祈求、祈祷，但是却忽略来荣耀、来称颂你的名。愿主帮助阮，愿主你照你的疼痛来帮助阮的心灵，得到成长，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扶持。愿主你的圣神嘛，常常伫阮的教会做工。互阮的教会得到荣耀，亲像所罗门献圣殿的时，主你欢喜接纳伫主你的面前所献的祭物。互阮每一届的组织祈祷，主你拢欢喜接纳，主你拢欢喜来接受阮的敬拜甲学了。嘛，互阮的敬拜学了是专心伫主你的面前来摆列，亲像芳芳的祭物，来互主你欢喜。较重要的是，阮当去到伫阮生活的厝，伫遐来做见证，来荣耀上帝的名。恳求主你使阮帮助阮，互阮甲你的关系是哪来哪亲密，哪来哪亲近，哪来哪会当体会到主你圣神的感动做工。
愿主你帮助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请起立来吟圣诗第257首《吟全首》。这是咱备办咱的心来奉献。这时，咱拍开咱的周报，咱同齐来念今日的经句。咱念一遍《历代志下》第7章14节，请。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虚祈祷，求记我的面，越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历代志下卷第7章14节。这时我来介绍新朋友，今日有一个姊妹来到咱中间，咱张含笑，咱请伊起立，咱拍拍来欢迎你。伊住伫咱隔壁尔吼，伫和平路。
伊是基督徒，应该是伫满洲哦，大陆嘛。哦，屏东哦。差得济。哦，伊伫咧南部啦吼，伊南部的教会哦。我计是大陆的满洲嘞。啊，咱欢迎伊吼，来，拍掌欢迎，欢迎伊上来甲咱中间，甲咱同齐敬拜上帝。好，即时我咱来看关心教会的消息报告。好，本会消息今日较同尾，咱会来举行庆生会，吼。啊，第二项下晡1点半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时出席开会。第三，就是后一个主日5月12日，咱是联合礼拜9点就开始，啊，咱有举行母亲节感恩的礼拜，同齐来庆祝。啊，若有表演的，请你量早甲迄个影音蛋糕音控来测试，吼。好，第四项就是曾毅老师伊有奉献手工的艺术品，吼，伊有要来做义卖，啊，即个义卖的金额要正做咱失教150周年的基金，吼，啊，伊的义卖时间是即个礼拜甲后个礼拜，吼，咱拄啊入来时阵就看楼骹有摆做者。手工艺品吼，迄就是曾毅老师要义卖吼，啊，咱等下啦，礼拜煞咱会使去遐来参观，啊，然后咱来做一个，嘛是一种奉献啦吼，咱同齐来甲曾毅老师做一个水的义卖。好，第5项就是建议执事的细汉后生致意，定伫新历6月22日拜6早起时9点。伫咱泸州教会要举行结婚的礼拜，邀请兄弟做伙来观礼甲祝福。当日喜宴设立伫新庄典华餐厅，12点半要入席。若要参加喜宴的兄弟，请伫咧楼骹1楼登记，通方便主人家按算倒香，咱即时咱邀请建议执事甲易家姐起立，互咱大家来祝福啊！好，请坐。第6项有申请旧年2023年奉献证明的兄弟，礼拜煞会记到办公室领取。第7项就是咱本会牧师林宜杰牧师担任总会本届，就是第69届。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主委，啊，咱拍鼓啊！哇，真欢喜，咱的牧师担任这个主委。第8项就是街舞要招募新学员吼，每一个拜六下晡4点到5点半，有真好的师资班老师，就是淡江大学热舞社，吼，这个老师真优秀，啊一期是5节课吼，1000块，啊，若要有对这有兴趣的，请4节甲洪怡来报名。第9项，教会招募音控的同工，请干事来报名。第10，每一个礼拜3暗时8点，咱有合景祈祷会，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第4项，会计报告，咱请家己来过目。好，团契消息，当新团契伫咧后一个主日，共款有例会，暂停一届，啊，因为拄着母亲节头，所以暂停一届。啊，其他相同的方面，佮有大岛的事项，愿咱逐工伫咧甲主亲近的时阵，举起咱的双手来为因来代祷。教界消息，中会邀请兄弟参加第49届东北亚细亚教会宣教的协议会，地点伫宜兰大溪教会，吼，咱若有意爱的人，请到楼骹看公布栏，吼，公布栏。啊，第2项6月15拜六早起时9点到12点10分，台北中会传道部举行进阶长职训练会，吼，请中职同工第2来报名参加，报名到6月初9早止。以上。咱先来举行庆生会，好无？啊，请5月份生日的寿星来到头前，来受大家的祝福。孙美
梅姐、秀兰姐、龙珍长老、慧珍、玉佳、方月、吴子英。若无登记伫顶面的吼，你若是5月份的兄弟嘛，欢迎你来到头前。咱做伙来为着5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来替因祈祷，为着台前者的，今仔日若无出席的，甚至伫线上的，拢替因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俄罗主，感谢你互阮来做伙为着5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为因祈祷，相信嘛为因庆生。感谢主来陪伴这兄弟姊妹伫阮的教会，真做阮的兄弟姊妹嘛，真做一家人，互伊当彼此相疼痛，彼此相扶持。为着这5月份过生日的人，互因的性命会当见证上帝，嘛会当见证基督徒，嘛互因伫咧性命受拣选，互因真做命运救赎的人，嘛互因的性命亲像5月天遮尔火热。遮尔热情，为着上帝的国度，因嘛甘愿为着主来牺牲，来发光发热。感谢主，我要为着这5月份过生日的兄弟姊妹来欢喜，来为因庆祝。感谢俄罗主，愿因的年岁哪加添，因的性命哪成长。因得到主你的疼，得到正量的疼，嘛哪加添，嘛领受主满满的恩惠甲疼痛。感谢阿拉主，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即几日一直收到中会真侪的消息包括中会有邀请咱若有囡仔若有即个细囝参加有足侪活动咱会当甲助理2的校长来联系包括有即个 VBS 的双语英语营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佫有一个是伫迄个国小升4年级甲升国1就是即摆小3甲小6即摆3年级甲6年级的小朋友参加即个挑战营伫个司马县部落这是咱中华教育部办的一个是 VBS 佫有一个是维克特青少年营对高中生会当参加，高中以上到大学这维克特已经办几啊届办几啊届。这维克特就是胜利英文胜利的意思就是要安怎教囡仔过着德性，对细汉开始培养有这种德性，要安怎靠主来过德性的人生。这每一届拢有办，你若愈参加，就会哪进步参加到伊出社会就亲像迄赞美之泉，逐年拢来，你逐年拢有新的歌通好领受咱的教会嘛是爱亲像安尼第1届、第2届、第3届有安尼训练，咱长嘛有即个即敬拜团的训练，安尼一届，咱的性命就会哪成长，服侍的即个装备嘛安尼哪成长，圣歌队嘛共款，每一个礼拜安尼训练，就会哪进步。咱生活甲咱服侍侍奉，拢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所以咱聚会，毋是讲咱今日就做礼拜，是咱今日做礼拜，咱都有领受。安尼你的性命就安累积。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啦，所以咱的性命毋是咱的性命会当
发光发热嘛毋是一瞬间是安那，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进步。你讲对毋对？哦，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主日，咱会记得来教会做礼拜，来请群主来领受上帝恩惠，以上报告。这时咱请起立来吟上音第393首《俄罗专灵恩典主宰》。吟诗煞，请牧师接导。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平安的上帝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地，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保守恁的念头。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常常甲咱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别倒避讳。